大家有冇好奇過視障人士係點樣買飛嘅呢？呢度係 Rail Minute 鐵路1分鐘。今集要講嘅係售票機數碼。喺售票機買飛分為輕觸路線圖同埋數字鍵輸入兩種模式。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嘅話，就會留意到部分售票機上面有一個數字鍵盤，無法清楚觀看路線圖同埋顯示屏嘅視障人士就會透過呢個數字鍵盤輸入想前往嘅車站同票種購買車票。等我哋示範一次俾大家睇下。廣東話請按1 Press 2 for English。請輸入3位數字嘅目的地代碼。咦？呢度停一停大家先，究竟咩係目的地代碼呢？原來港鐵幫每個車站都列咗一個代碼，亦即係售票機數字代碼。有關售票機數碼嘅排序方法同埋介紹，可以收睇返我哋之前合共2集嘅港鐵代號解碼。金鐘成人車票請按1，特惠車票請按2。你嘅選擇係金鐘、成人、普通等，請喺你嘅右方付款31元。無法清楚觀看路線圖同埋視像屏嘅感謝你嘅觀看，記得 follow 我哋 RBRHK 啊！